一个屡尊屡怕不思悔改，又来请晚，老夫出红，得来取而进学，系我关心配母之徒。老匹夫，正言从为死在眼前，还不是死，稍是生根而熟，为我老君。你怕我也还好。你姐弟人马这样了。主帅，刚才一段吴军人马纷纷依着其儿，两员上将英勇战死，不与勇士举头先杀。老夫亲眼扫此大怕，为今之计，值得闭关监视。但等烽火盛起，定要与地利决一死存。主帅，可非向灵州虎山王叛兵求救？杨quân到。我杨quân且教肚子，他既有恶于我岂有求于他？主帅，不必多言。主帅，我军今日虽败，其心所当，有天意良将啊！是人与我有闻名之恩，人公应配体业，家在丧事，快迎来见我。
去些去，白云子姑娘，白云为王。
小盘我酒。这女说虽话连人八百。为什么宋老儿不亲自叙述，恰叫女儿出面？并无罪，皆为夫君，万岂无罪，这也发兵了。哎，我不过问问而已，还用得上你来指点？说你发兵。不能因凭外虚辞去，左领三军，以及是故护所出兵。得令。
父听神也愚兄教唆，今日得来奉金清罪。老姑姑，你这啥了地了？当着自己来惭愧母亲呀！啊，得意，你的须发长顺了。老姑姑，你的病人宁怕了你我须发结案，还要闹义气，岂不被他们后辈笑啊？从今以后，倒以国事为重呐。祖训祖传立宪为官，生死就以分明。听。少礼见侄女素在为前，你长大成人，又见聪慧欣赏，真是家门妇女。得意，你可不要重男轻女呀！寸见司法罢了。一日少女迎接，其余超群。洪星兄，这是话，我见了他呀，不由得我不重男轻女哦。听老姑姑说话，一来接风，二来无情。切记，我是从不太输的，这是吵吵了。弃配为官呐！
再给我停地不颠。师兄夸下，怎乃两句也？师妹今天也得万听啊！师兄倒会想嘛？那就听当今的法咯，看看我这匹马嘛。呀呀呀！这分明是生之玉石，言之桃花。什么？桃花金马。常言道，马翁发落，引为知己。只听我那桃花马上有子，当听英雄为知己。鸟语桑花烟花雨，轻言在听红颜飞。今夕点心里，月中分心，再吞玉箧。在想高翻出其手，心里有真情，因此我在切莫收定了。可曾看到什么？其实在乎真情倒有啊。有什么？那是五色云霞，九宝彩兰，气势强在的一只凤凰。凤凰也只能升顶高墙太空，这些其实看似不也。七节凤凰我就要什么？要求它飞了下来，飞到哪里？飞到灵州，与我和你共入永好8年。他女一生体为也长，能吃凤凰菜三香，两情发起心相伤。定要永世不忘。我是师出何名？这里呀，是美人坡，美人坡，美人坡。怎么没有美人给你我做媒啊？你天色不早，四妹谢迎了。为官呐！为官呐！
一儿为邻舍，邻里边有一女人，10万风霜一世人，杀敌无望杨红心。你要年少儿女英，眼比南面天地地，肩比瓦肚天北上，我兄兵所的担人不尽。好啊，我正有事相救你，不知可肯应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姑姑话未说明，怎叫我用与不用啊？林爱说话，负心严弱，胆识过人，红心不在，因为小儿今日求亲，不是得以可肯求求。好吧，你我同在边旁，生死相依，往前又是私交之好，两家能联姻，实属美事，岂过言配呀？好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弟还是能做一本事哦。哦，你还怕野人女不允吗？哪里可进去问呢？不是自此，还有什么？老姑姑不知，水话乃当今他儿一语，曾有一字，谁话不虚，须由他儿所主。老姑姑，你看我这做老师的，岂不成了虚名大事了吗？我当是什么大事，只不过他们帝王家一句戏言罢了。得意，我那几年儿不敢夸他出类拔萃，也可并非奴腾之才。你这些运了什么亲事，并让我这张老脸去面求他儿赐婚，两来万不知不为吧？只要他儿得应，小弟父不从命。夜的夫云，义兄是高攀定了。此次你我是请翁了，请翁，请翁，请翁。哎，还得听过美人啊？哎，你我俱是武将，行事需要爽快，不用美人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啊？不用美人，少不了也要有其行为呀。得意，你太松作了。公儿连多须问，你我何必放做人？不要美人，不要真，君子一诺从前进，一起下头接近心。话虽是此，岂不为生意提交啊？哦，我有了。这家宝金，做正品，老姑姑啊，还是
去，是夫深夜身边人，夜看大日成欢喜。送别两彩玉龙，是。功成功绩，礼物礼情。我苏一峰万老面前，两家虽是交缘，勿要你登此冰台不用。你想轻轻联姻，勿要你勿用交兵。郑立功真是技高一丈，不守不家，下官不输了，话讲了，不输了。崔大人，啊，郑公子，弟弟，杨坤荣二位元杀来京，大人送来水兵请安，直到一日，恩家面圣告别，即来报恩。有劳他们了。哎呀，为我们替陪子下意。是。这天见到宋元帅，他家绯花小姐真是出落得花容月貌，眼光照人啊！切记问他无聊，才知故人啊！他与琳琅匹配，堪称是一代女人，家我天成。被老夫面就应聘，万智慧师做过有老美人，这是三
义女，那我就免肯他儿许婚。对呀，以老天岁这样子灵公四手，朝中重臣，国家栋梁，他儿哪位不用自理呢？啊，哎，哈哈，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我。
回事啊？好不明白的，哎，冤家哦！师爷，你把话说个明白。哎，真就是急死了。弟弟，把你气成人工死了。儿郎，森林中尽是公鸡，秋阴晴，好一颗云了归，全我人公传一字。弟弟，难道你会没有生父冤冤吗？我把那高回追人寿命，他恨本一小林生生什么，此情儿媳做不得真，哀家所知许生言法家，拼力修为民，不用为无度的人，把这民国特工们。
裴大人是他儿自命皇美，无他情伤不犯法。尔等叹息天下，手下有听有听。下国奉他儿一子真灵公免狱，来请老娘从杀定节日以便孤要奉你。不问蔡大人，老夫实有难言之隐啊。且道即讲，我虎山王杨棍各报一听，至今教我。哎呀呀，不是下官冒动，你这一女二婿是无了解你，我真在此为难呀。是啊，一面是私交精深，定亲才行；一面是王家恩杀，义之难为。这倒恰是为难啊！王大人有意教我，请少太容我试试来。看着虎苗一起，我还需加薪松开。带来一股比武定心，是杨家生，沈家生苦也已亡命，是沈家生杨婚无知，在名利难讲，恩恨所红，天人无逆，这倒是两件事才也。老女中，我有一时间不知道江水。快听施教王命赐婚不可言违，但为女杀许，人品不可不贤。不是请梁金牛、沈业两位公子比武较量，身在朝廷，怕在无缘，离开此处啊！好主意，不知他儿苦肯一用啊！他儿身系临爱，两无不容之理。在杨家又是多其次啊！就说一封为人缘由，看来也是此一场，比不了，比不，好，什么为其他全部将，翻过于太皇道，路匆匆万岁，所不为我弟弟路用上了，儿啊，你去狂来。较量，身在朝廷，怕百不冤。此次反复让教为吾真的不恼。弟弟，左顾忌必亡命，沈家有事此无理。弟弟暂且息怒，待儿去到左顾与沈言必以敦查。且慢，先去问罪，再定较量。弟弟呀，本
有理在我真口大，既要比我有何妨？此次更为山在我同往生意。这个人本是风中来高堂。天色不早，请两位公子比武吧。哦，比武，比武，比武！这女眷是谁啊？这就是赛花小姐。主帅，我弟弟也来了。是啊，比武嘛他管什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也下可热闹了。是啊，这也下可热闹了。哈哈。李姑娘说谁话？啊，小姐，真天人也。不是，我来问你，这比武招亲是哪个出的主意呀？这你说能说，李姑娘我是个人，不能拿我做主意。今天这个事根本就是不能说。这是你家请我前来的呀？照你说来，凡事要比武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就先与姑娘我较量较量。凡是那句话，身在朝廷，要是败了啊，就再花麻烦轰出他们。好理也呀！我说真假，你先听吧。奉陪了，公子必胜。就凭你这点本领，也管来比不招亲，也不怕叫了旁人的他呀！我是太冤呐，姑娘，将他再花麻烦轰出他们。买来买来，这位杨少爷还不认比武呢？哟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在哪里他叫他娘的？姑娘，老夫蔡英龙才子，我看你武艺高强，既然胜得了圣爷公子，也一定赢得了纪念少爷。我方再跟他较量3合，这叫他们一起滚了出去，你看如何啊？我可算了吧，否则就有些不公了吧？是，小弟，小将不在，情愿奉陪较量。怎么，你也要比试比试吗？此一此次，自己也失礼了，这就对了。好，这比手比。
了。臣娘啊，臣娘，啊，弟弟是他生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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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紫金两家都不挖苦死了吗？啊！是了，回民之中谁话相养于他？周元帅，你看你这样的比武，也能蒙得了圣老灵公吗？你看怎样才是呢？我看嘛，如今地不我胜，二等上外九成不休，大丈夫不与此辈对口，少爷失败了。说起哦，将在比武招亲乃是你家说的，我儿上得仗来与杨金义未分胜友，令爱出来阻拦此一出也的。令爱上前比武，你不阻拦，趁他将我儿当道，浑身几十夜面混儿难免不此二出也啊！令爱既要比武，就该一样对待，为我担当我儿不当机逆，二次不败，故意造罢此三出也。哎呀，怎么是呢？这出现在我了吗？说清哦。小儿纪念比武得胜，你赢我还不怎样而赢呢？杨贵帅，你不要为了儿女婚事，他已偏心了啊！孙令公，我得意个保定亲在先，你不要扬长往事，欺臣害人呐！两位息怒，两位息怒，圣灵公杨元帅千万不可疏忽啊！你也真是一女二婿，现在就该说句话吧。人里杨家各保人地，理也是啊，那么王明怎么办呢？这是运了圣灵公杨家呢？杨元帅，我看朱元帅这是难为生命，况且圣灵公又是12灵公之首，朝中重臣，国家栋梁，水涨船高，大人也是政治常情。万望杨元帅惩戒疏忽啊！老姑姑，国法不外乎神经，孩儿也要讲理的。等于，你说，请讲，你讲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那个，我要他有一名，名字不叫年轻，圣贤老儿大败。有人是瓦老头，上次抢婚下苦恼，他什么王法无理表，心非当你是老儿抓。家无罪，地面官员做到一股反绑奸细，假扮宗师并追城灭贼风，有关土地盘国大，7千年朝重大事，故恨押首领公此事不及在自相遇。哦，只要是这样做而负罪，还需要挑起婚别，封
听了。你动手当真，还请翁呢？哦，哈哈哈哈！方才是我一时失手，得意莫怪。老姑姑，你的虎心也太大了。小弟弟呀，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啊！事情闹得稀里哗啦，那沈老头一并他恩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样吧，你为说道，我归领主，让小两口子陈上清生米私人说完，不派老太婆再来啰嗦。王明总是难为吧？哎，我们来个江山为居民有所不酬嘛。好好好好好，你我到那边山坡上好好去整治整治。好，走吧。
地契的那地里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姊妹，你为何不与我分析呀？现在看清。好的，这个丫头，你要升当杨少爷外围怕你不得。他要放火烧庙，我岂不与这姑庙同化灰烬？说实话，一个进庙与你少爷比
将死去女的身体，方为大将之道也。哼！说实话，我来问你，你的心怎么变了啊？你认错了吧？这几陪情何必多言？你杀了我吧！你要不杀，我在旁死。哎，我和你是什么人？纵然你要杀我，我可不愿杀你。我和你一刀两断。难道你忘了这了之呀，各报之名了吗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我弟弟刀片马下呢？啊，此话何来？蔡英龙说的呀。难道还有假的吗？哎，可惜呀，可惜！你杀了我神，还是这么可惜呢？可惜你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像那蔡英龙那是身家保媒之人，真要挑拨你我，你怎么就轻信老爷呢？怎么？照你说来，我弟弟他没有死。哎，大丈夫宽无大度，万事还有亲戚之意，就是那马路之人，也不能不顾杀人呐。真的？啥有虚言，当着提醒人，我情愿明示。这份计划做一天心，他倒是有情又有理，我把心眼当着一刀龙江烧桃李，再转身来怨自己。面对他杨继你收归故地。哎呀，这一下可怪对不起人家了。来呀，有解开。啊，解开。说实话，我来问你，你今在庭是愿意死呢，还是愿意为呀？是什么事？我怎样讲你？你听了，你个愿死不愿为，我一刀把你头落地。那么要是愿意问你，那好办喽。你个愿为不愿死，你我依旧是夫妻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是愿意死。啊？你真愿意死吗？好，那容易。快刀杀吧！不杀喽！告诉你声，我死的是道边，道边在这边呐。来呀，解开。什么？解开？我要不给你解开，还叫你给我弄刀捅枪啊！你得给我明示。什么？明示？我对着哪里明啊？那个上头这个呀，他是谁呀？提醒人呐。
有这个庙，没有这个庙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我真是亏了他，有了他才有这个庙，有了这个庙我才进来，终身大事理弄清楚了。他管不了我们的事，那谁管得了你？死了我自己，谁也管不了。因为金刚里夫家王神仙，因为头领是谁仙女的身，因为一打龙枪要杀人，因为天地恩雨路中地。他生命今夜停身，路一平恰万事，对大家是同人。下日万事大天人，我这里上殿送方人。姊妹啊，恨之恩，彩云荣耀也为人心，查得你姊妹怒气贼，刮不刮几的鲁莽把你听，也对你出征不知与谁，喜之心，夜宵云散天一地，亏得你宽宏大度，不漆黑。愿是愿天也白云不大意，我是你小在心里看报应。我不要听你这些甜言蜜语，那我就才言了。恨此事不得贴心，若在心，你我城里在天地，把年子好在人庙里，免得那夜长梦中心挂同情。
这里我拿下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廖邦铁力要他唆使老夫结婚之际，要是你说让两家守候，廖可好长驱着这万我边关。哎呀，这真是小不成这乱他们。好些拿下去。哎呀，二位老元帅呀！我身见虽然年迈昏庸，但爱国却不过后生，因此救命身上多肯他儿，曾替你两家姻缘结在我婚。两次起义，兴兵万幸，我儿人愿